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，你看，这是俊英送我的，借你看一下。吼，就是这样啊，了解做阮囡仔的心理，每块公司的员工吼，拢足介意伊的。什么人哦，若是会当做伊的女朋友，一定会足幸福。手表，你敢知影？你家己介意什么款的查甫哈？你一定毋捌想过，啊，亲像我吼，我就做了解。以后我的翁吼，有缘投无缘投无要紧，啊，毋过伊一定要有事业心，对我爱关心，爱有耐心。若是我互我找着吼，无论伊去什么所在，我一定拢对去。啊无，我想安那要离开台北。秋萍，你敢知影丹丹的感觉？最近吼，我都有人的感觉哦。心肝头吼，会感觉足甜足甜的，伊会听你的意见，会做有感情，点点看你。唉，就敢若是安尼，伊会甲你抱甲足爱，足爱的。这是什么社会啦？啊！其实，啥要讲生意，就一定爱去酒家去啉烧酒，还搁去跳舞，安尼才会当跟人讲生意啊。这个假细声的啦，咱做一摊生意无做嘛，袂安怎啦？唔是啦，其实，你讲，谁一定爱去酒家才会当去跟人讲生意？好啦，哈，姐。啊，比赛，这是安怎啦？哎呦，那忙干呢？你也毋是知啉水了酒，啊，伊酒量无好，啊，所以毋知。迄个，无我泡茶啦吼。啊，变小的，做生意就一定要有查某，甲人做啥物头家啊？看到猪高兴哦，我看了就去讨厌。加赛咧，加赛。俊英，你唔通啉啉烧酒啦，安尼对身体无好。你莫管我啦，啉烧酒袂死啦，上届去的吼，就是这段生意讲无成啦。你莫大声吼！啉烧酒，生意讲无成就讲无成嘛。你讲遐大声，我吵着厝边隔壁。吵就是安怎？我就是头家拢要吵起来啦。加赛，你出来加赛。好啦，俊英，来先坐来哈，下来再去讲啦。以后吼，迄个猪哥头家吼，都交互我，莫生气哈。啊对啊，俊英，今仔日吼，我有想到一个真好的电视计划，叫会输伫我房间，咱你来看好吧？好，行。什么？你替公司付出这么多吼，我会好好报答你。莫安尼讲，当初我就讲要甲你做伙拍拼啊。是啊，你啉茶啦。是啊，你啉茶啦。是啊，你别我无，是我讲我以后我唔敢带俊英来去啉酒啊！我保证伊内底吼拢无安怎样啦。顺便吼，我你免搁计报啊！对吧？是啊，我也足家暴，啊一个啉酒醉，啊一个穿安尼，敢会安怎样？去啊，搁去啊啦，屎头规位，你这大条的啊！你莫啉这烧酒啦，安尼对身体无好。你莫管我啦，啉烧酒袂死啦。上届去的吼，
都是这段生意做无成啦。最近我都有这种乱来感觉，心肝头会感觉足甜足甜的，伊会听你的意见，而且可以做有感情，点点看。阿哥，你好无？你成功！我手柄歹势，啊！你要敲电话吼，无你敲，我来洗身躯啦吼。等下，吃掉你。我来啦！형아，不要紧，不要紧了，来，来，伊啊，塞过来，用力塞过来。接掉。心意，你这计划袂歹，多谢你哈。你莫一直甲我说多谢啦，只要你有介意吼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子言，你会忝袂？来，我甲你抓铃啊。好，抓一个。免啦，我要出来啦。好啦，无你较早休困的。对呀，时间无早，洗一下身躯较好。我知啦，多谢你。你去内底创啥物？阮咧房间内底谈公事，秋萍，你莫误会哦。讲故事，敢就一定爱去房间内底讲。秋萍，你莫生气，你听我讲啦。我听你解释，你房间内底也无做啥物代志，为什么会使安尼？哦，秋萍，你莫有袂想啦，只是家己落来。你讲的嘛对啦，孤男寡女伫咧房间内底一定会互误会。啊，毋过你放心，阮绝对袂做啥物代志啦。你免搁再解释啊！你免搁再解释啊！秋萍啊，好啦，你莫生气啊，无安尼啦。阮以后吼，绝对袂伫咧房间内底谈公事，吼。什么人会知影你以后无去房间，会去外口做啥物？秋萍，你即摆是咧有白讲啥啦？你看人是咪加我代志咧？若毋是讲以后阮袂搁当房间讲公事啊，你是搁想要安怎？好啦，这样，莫安尼啦，好我甲秋萍讲，我先离好啊。遮
尔暗暝你讲困，你是当遮创啥？你是专工出来监视我的吼？敢讲你到即摆阁袂相信我？无啊，俊英啊，你是咧创啥货啦？人拄只手柄是咧敲电话啦。其实也免你加步啦。我手柄啊，哦，迄俊英啊，你拢唔捌代志呢？爱手柄啊，就是心情无好，厝诶有代志，伊毋只会受气啊。啊，恁敲一个转去开讲一下需要紧哦。毋是我加菜才爱讲你啦。啊，像恁两个安尼，无你诶代志，你莫加无啦。我了代志，衰到。大王啊，拜托你，迄样啊，活倒啊，头头去弄着，啊，即摆飞流啦，拜托你来到林上陪伊好无？马紧的啦，飞你流出来啦！奇怪，哪拢一直敲袂通？秋萍，你开门啦！是毋是厝内发生什么代志啦？秋萍，你开门好无？请你唔通放袂记我的一生只有我也记在心。哦，电话袂通哟。好啦，我再代替你甲阿婉爷讲啦吼。秋萍，再见哈。是的，不，啊，佫是寡代志，就阮孙兄啦，伊脚踏车吼，啊无说伊脚去跋倒啊，好，就你甲俊英啊离开迄天啦，嘿啦，迄要紧，迄袂死人啊，我会替你照顾伊，好，再见哈，啥开来啊？就手柄啊头来啦，手柄啊卡啊？系啊。啊，你讲火药味的代志无？三，你交代话袂输，敢若圣旨共款的，我哪有可能甲讲的？哦，安尼啊。吴德嘞。啊。哦，你做代志哦，都一件做上水。安尼就对啊！你若直直甲我学落啊，要我做代志，就会愈骨啦。阮阿妈讲，我这个人爱人食饭。对，这。知，啊，这摆你若对我好个。你要听人讲过无？讲啥？宝刀肉圆生父的生活，什么意思？还是宝较袂超车。会使。这摆吼，咱要去演出。阮孙兄伊人着伤，也事无空去啊。要叫什么人演？就无人选啊咧。会使，你跟我这班的。有先交音啊。看到，有，迄照镜照看卖，吼，头先若暗哦，再来演哈。好，来照镜照看卖，啊，这要多少镜？都先交兵就对了，卡真。嘛唔对咧，啊搬去就搬去，甲头前有红无红，有啥物地带咧？啊，阮师奶安尼讲，我甲我听下看卖，嘛唔对咧，这啥物原因我就想无。呀，你哪直直咧巴肚咧疼啊？较细个哦，哎呦。哦，你安尼，昨晚你闹几啊十挂啊！你到底是食了啥物件？巴肚安尼拢医袂好啦。戆直的啦，哟，闪的啦，哦，你是安怎顾的哈？顾到变安尼，照顾人拢袂晓。我阿兰，你要搁这边戆直的啊？伊甲我顾规工吼，已经足辛苦的。就是咩？对啦，戆直的啊。哟，啊，你上来时阵食啥物件啊？变安尼啦？无咧，我若摕啥物件来食，啊，就摕你水果阿姨食啊，啊就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甲害的哦？哦，阿兰，我无这个意思哦。人呆哦，看面就知啦。好啦，我知我告你话啦，我来遐坐就好啦。
可以。来孙啊，你看你若安尼啦，来，这是我去药房买，你紧食落，食得紧好。来，对。来孙啊，你还阁会生气无？昨昏哦，我甲阿财出去，无别的意思啦，我只是想要气你尔，你莫阁生气啊好无？袂啦，我来甲你生气，昨我嘛唔对所在，我不应该对你讲话这么大声。来孙啊，即摆秋萍哦，甲准英去高雄啊，你以前的代志我袂甲你计较，咱自头开始，你重新接受我的感情，好吧？啊，对啊，孙兄，拄只秋萍啊吼，有打电话来呢。秋萍打电话来，嘿啊。伊讲啥物？伊就讲啊，叫你好啊吼，治养病啦，啊希望你较紧好啦。啊，佮讲啥物无？无安尼。对啦，对啦，安怎？孙兄，你甲我买一寡水果吼，好，送去惠用病人兜。好，我知影啦。是毋是你敲着甲秋萍讲，赖出来受伤的？是啊，是我讲的无对啊。我看会出来，我甲你走。赖孙啊，你是毋是敢会晓关心秋萍尔？我安尼求你，你连同情我都拢无。阿兰，你对我好，我知影，也毋过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拄到一个比我更较好的查甫人。我无爱啦，只要你若对我好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阿兰，你一直爱我去接受你的感情，颠倒，我感觉你嘛有需要别人一个机会，就敢亲像阿财啊，伊嘛是真心要对待你的啊。你莫搁讲我啦，我知影，你一定是气喊我对无？我哪会去气嫌你啦？除了师傅以外，就是你对我上好的。你讲的是真实的，那安尼，你是安怎袂爱我呢？阿兰，讲啊！你伫遮？阿兰啊，我给一条稍微互你，有解用。来，你讲啊。你莫送我物件啦，你莫对我遮尔好啦。你就是讲啊，你安尼做，我都爱你啊心，你莫再迷茫啊啦。阿兰，你哪对阿财安尼讲话啦？本来就是啊。阿财，我甲你出去，唔是介意你，我只是利用你来气来顺啊尔啦。这你唔通放袂记，我的一生只我也记在心内。我甲你出去，唔是介意你，我只是利用你来气来顺啊尔啦。阿财啊，阿财有听无啊？阿财，无啊，阿财啊，我叫你从个戏无来修理你的，你来走来遮啊？修理戏无也毋是我的代志，是赖孙的代志，毋是我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等内孙啊，即摆骹无好，佫食歹腹肚，无啊？叫你做一个心。师傅，你莫安尼甲我敲好无？我趁你钱啊！你来咬我，你甲我死出去啦！咬你甲死，你甲我死出去啦！阿你来去拍财啊啦！迄修理无我负责，就是我的工课啊！阿兰，我做生意袂一人争去先，你来当嘅，你来当嘅。我要来付出，修理戏我啊！你来当嘅。好，你去大一点，你等下好好冷静下想，看我这做起来讲对唔对？叫你做啥事，你讲你计较。我无。你无。我叫一个做，叫你做啥事无空，你莫做咱唔做的，这本事又好，敢无爱心？啊！你敢无好啦？变来，你想咬啦你啊！你莫是共款啦，规天爱来爱去。